已故日本女星坂口良子憑住73年主演日劇《新青春火花》之後，人氣急升，發展仲勁順利添。不過佢個女嘅星途就啱啱相反啦，最近仲今年25歲嘅坂口幸李，細個就受阿媽影響，成日發明星夢。8年前雖然得償所願，成功以星二代姿態入行，但星運麻麻，工作量亦唔多，只得佢同諧星嘅戀情最為矚目。不過佢最近轉咗行啦。星期一有日本報章以頭版報道大爆，坂口幸李最近同事務所解咗約，仲同 AV 公司簽約，轉行做 AV 女優啊！呢個消息唔單止俾日本報章證實，坂口幸李10月推出嘅處女作封面仲上埋報添。不過佢今次下海原來係有原因噶，有日本雜誌同日大爆坂口幸李近年沉迷幫襯鴨店，除咗將坂口良子數千萬日元遺產使晒，仲負債至少500萬日元，所以先要拍 AV 還債啊！雜誌仲話佢繼父對拍 AV 還債嘅事全不知情，仲話大家冇聯絡好耐啦。蘋果 App 新功能，飲食男女帶你捐窿捐罅食好東西，啱晒識飲識食嘅你。